當你見到山火由山腳燒上嚟，你第一個反應係咪諗住衝上山逃走？千祈唔好啊！呢種直覺係最貴嘅智商稅，隨時會攞你條命。我哋細個都有學過，熱空氣係向上升嘅，山坡就好似一個天然煙囪，火產生嘅熱空氣會極速向上流，預熱埋上面啲樹，結果火勢向上燒嘅速度會比平地快4倍以上。你以為自己係向上逃生，其實你係捐入個煙囪度咋。面對山火，你要做嘅係冷靜睇清楚風向，火向邊面吹，你就往火頭嘅垂直兩側打橫跑。如果周圍已經被火燒過，直接衝入去嗰片黑麻麻嘅焦土區，嗰度反而最安全，因為已經冇嘢可以再燒。記住，橫向跑，揾空曠地方，耷低頭，呼吸避開濃煙。關注我，智商稅秒變財富。